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万城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莲雾。想要甲咱第二季就要结束啊呢。嘿，对，嘛是我本来想讲至少爱录超过10集，因为我听讲足侪 podcast 拢是毋知是10集还是20集以来就会 out 我想讲咱一定爱嘿，对，一定爱至少吼超过迄个 threshold 啊。没有啊，不过其实我录啊真欢喜呢。系啊，其实第三季的节目嘛是排甲差不多啊，所以应该至少有30集吧。我感觉咱你嘛算是真厉害呢，录要一档啊呢。对啊，对啊，这一季我嘛讨论到袂少的议题，虽然拢是有一寡较轻松的，啊嘛有像性别啊、语言啊、民族认同啊、民族意识啊、历史啊、老人照顾等等的议题。所以咱即马就一项一项来做一个讨论。多这个月是 Pride Month 嘛，对不对？对。所以咱咪当看这个性别的部分来做伙来做一个讨论安尼。系啊。因为 Pride Month 的关系，就想要讲一下咱台湾同婚领养甲同性领养的法案已经通过啊。我有小看去甲查一个，就是查英国因是当时通过的，因是差不多早咱20档，毋伫2002年的时阵通过的。虽然讲比人较晚，毋过我甲我在咧讨论的时阵，甲王来子也伫讨论的时阵，伊就讲毋过咱毋免迄个什么啊，冠夫姓早英国差不多40档。拜托阮阿嬷是冠夫姓，但是伊家己的姓嘛是有留的呢，无像遮你结婚了，你的姓都无去啊呢。你若是比如讲恁以前的同学要甲你找，搁找无，因为你姓已经无去啊。真的呢？系啊，真的呢，对讲到这个同性恋哈，因为这礼拜咱单独收到这个 Manchester Pride， 就是万城同性恋大游行的通知。伊讲咱这个台湾队的报名成功啊，所以咱8月底要游行咱这个台湾队呢已经参加4-5届啊，咱是亚洲唯一的一队，因为别个国家无法度，所以咱常常拢会，咱常常拢会接受国家人。对。嘿，所以大概若是有伫英国也是会经过万城伫咧8月底的时阵，欢迎大家来注文来参加哈。其实这个 party 是真好耍啊。对，而且我感觉因是全部的市民拢来参加，无分讲你是同性恋还是毋是。真的是对足侪爸爸妈妈会带因的囝来参加的。对啊，因为就好耍啊，真正做好耍的。对啊，而且因拢做放会开的。对，有一寡表演嘛，介好笑。其实我感觉同性领养的这个法案是应该是讲照顾着咱
可能无法度去无迄对啦，嘛是讲无法度照顾囡仔，因为有的囡仔可能就是自细汉伊的家庭都有种种的原因啊，煞就是 you know 我是要讲，对啊，爸母无法度照顾诶。嘿啊，有的人就是有一寡做古板的观念，就是你若有爸母，就是爱一男一女。啊，毋过我感觉真正毋免安尼，因为像阮后生伊的同学内底，就是有两个爸爸的，啊嘛是家囡仔照顾甲足好啊。对啊，我感觉受这个时阵，你的囡仔来个问的时阵，甲恁问问题的时阵，我感觉这就是真好的机会教育，就讲其实爱是无分性别的。对，因为其实我之前嘛有思考要去领养囡仔，因为生不出来。我去甲看，因遮足济囡仔是爸母咧坐家啊，还是讲爸母是迄款的drug addict， 就是啉一工到晚24点钟拢咧啉酒醉，还是拢咧食药啊。嘛有迄种就是爸母拢是小可迄个叫啥 special need， 咱中文华语叫做智能障碍迄款诶。因囡仔生出来完全袂晓照顾，所以因迄囡仔拢是因诶发展拢会比别个囡仔慢足济，所以因遐社工拢会甲因遮个囡仔救出来，互因互别个家庭来摇饲安尼。对，所以我感觉其实若是有更加较济家庭会当照顾遮个囡仔，其实是一项好诶代志。真诶啊！而且遮袂少即个囡仔诶绘本啊，拢会写两个阿爸还是两个阿母诶故事，就是要甲人讲这开始是慢慢会变成一件正常诶代志，变事上毋通讲正常，爱讲是事上诶代志，定定会当看到。对。我感觉按咱即代开始了，应该就会变做就会变成一个做事上诶代志。咱诶后一代可能就感觉这真正是无啥物诶。无啥物好讨论诶，就是安尼。对啊，无啥物好讨论诶。地球就是圆诶。对，爱就是爱，地球就是地球。对。我遮个迄个顺续讲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伊嘛是伊伫疫情开始诶时阵，因就去 Cambodia， 去做 IVF， 毋过因是两位女性，嘿，我感觉因真正做有勇气诶，其实因爸爸妈妈是算真反对的，伊有一个伊的大姊嘛是足反对，而且是无法度接受的。然后伊就甲遮的阿米全部拢讲开，伊是甲囡仔生出来了后，才甲因兜的人讲。就是我无互因机会去甲伊说明即款的，你甲知，伊就是甲遮的无法度主动啊。嘿。反正就拢已经两个性命就拢出来啊嘛，你就无法度因为迄是大人若看到囡仔古水，其实有当时遮物件都会袂记住，你甲知？系啊，因为对，所以我感觉因真正做勇敢诶。对。希望若有咱诶里面啊，若看到即款诶，其实拢会当互因一寡眼神诶温暖。对无？咱支持一下，系啊。对。好啊，讲到性别吼，阁有一个是咱即季有一集有讲到即个女性的投票权，但是遮无来讨论女性投票权，是想要来讨论最近伫台湾就即个 Me Too 的运动。对我感觉咱会当小可来讨论一下讲伫英国的 Me Too 的一寡Me Too 发生了后的一寡后壁的
诶代志。好，对，Me Too 应该是2017年发生的，就是迄当阵伫好莱坞一个的哥的哥制作人，就是对足侪查某囡仔动骹动手，有一寡个有甲因性侵的，所以开了足侪时间的大家会当若是无清楚，会当去看一出电影叫做《She Said》，我感觉迄出电影足好看的，会得甲即个故事含遮个查某囡仔安怎会当愿意出来，甲即个故事讲出来。讲倒来英国的部分，迄当阵2017年美国遐报出来了后呢，我会记得英国遮嘛是有小可有一寡讨论，介像是我有看到人咧讨论讲，咱的 Parliament 就是咱的议会内底嘛有一寡地哥，对，比如讲迄个好莱坞迄制作人内底。伊的朋友内底毋是都有咱的 Prince Andrew 嘛？对，伊即个 Prince Andrew 有一个 documentary 叫做 Filthy Rich。对，大家当去看，大家当看迄个 Prince Andrew 是安那的哥，因为做恶心的哦。对，咱来讲到时间溜到较最近，就是旧年的7月份，有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伊就出来，大家毋知会记得旧年吼，即个郑家纯，台湾的迄个郑家纯，郑家纯，即位女士伊有出来做一个展览，就是叫做树洞，就是要互大家会当投稿，大家互搞刷的代志。即个旧年呢，英国的即个少年查某囡仔，伊就是做共款的代志，但是伊是针对学生。内底呢嘛足侪是足有名的学校，比如讲迄 boarding school 寄宿学校，对，嘛有比如讲一寡大学的，总共啦，我会记得受害者差不多1万外人。因的加害者毋是共一个人，但是拢是伫学校内底发生的代志。就是咧讲，伫即个学生的学生的课仔内底，有即款的叫做 rape culture，叫 rape culture， 台语毋知要怎讲，就是有即款被共非礼的即款文化所以因会比如讲。对人动下动手还是讲即摆少年就爱用手机翕相，就会互相传来传去，迄个人无穿衫的相片还是讲去共翕人无穿衫的相片甚至嘛有一寡是真正是共性侵犯的遮拢有但是真正足可能的就是足侪即款的案件你其实拢无法度报警，因为就歹提出证据的。而且呢，伊嘛有做一寡统计，就是讲，有70%的即款的报案，最后拢会决定讲，莫继续拍官司，因为因会放弃官司，因为第一是迄证据就歹出的，第二呢是。你咧讨论这个案件的同时是第二次的伤害、第三次的伤害，所以足侪人就是官司可能拍一半，因就放弃今年的这个月嘛有一个警察，前警察出一本册，伊警察做无一档2档伊是。因为看电视也是安那看到人咧判即款 sexual harassment 的案件感觉讲我感觉我会当出一份伊毋是读警察学校出来的，但是伊就去申请做警察但是伊做无偌久伊就死头路
伊讲共款，堪伊共期的共推入的15个有今仔剩4个，搁咧继续做警察，其他拢离开啊。因为因内底足侪 training 拢足黑暗的啦。伊嘛会当感觉着讲伫咧警察局内底，因有的警察就是因为足侪人放弃官司嘛，所以警察嘛，有的警察的挺好的分大班啊，因为伊就感觉讲你最后嘛是会放弃啊。所以有足侪警察的规气就是嘛无算是食案啦，就是无想要处理安尼。好，都系遐的对啊。对，所以伊感觉到最后伊就感觉足无希望诶，所以伊就是头路出一本册来讲规个即个过程安那。而且伊咧办案诶过程中，伊嘛得着迄个 PTSD。对，所以就是规个拢是足黑暗诶，就对啦。嘿啊。对另外一个想要提一个，就是伫咧旧年吼。因遮就有用一个讲Me Too 运动的5年的回顾主要拢是卡伫电影库内底。你就讲，其实是会当看到一寡改变啦。譬如讲，有因会较愿意用查某的员工，也是讲有一寡投资者，因会开始较注重这个 diversity， 就是讲你内底查某，也是讲少数族裔的人爱较济。嘿，佫有一个我感觉足重要的，嘛是共款看即礼拜的新闻有小可关系。就是因开始用一个物件叫做 intimacy coordinator， 亲密行为调解员。这毋是鱼丸哦，毋是飞机丸，是调解员。我会讲这个讲到有妖怪啊！我会讲这个笑的行为，阮查某囝最近拢会讲 this one 妈咪 this one， 我就甲因讲倒一丸是倒一丸飞机丸哦。伊嘛甲我讲 yes， 你的头啦。我袂知啊。就是叫啥？就是伊即摆用即个 intimacy coordinator 的意思，就是讲你咧拍电影是拍电视的时阵，你若是要拍一寡较亲密的戏，比如讲就是床戏啊是啥物货，对，你即个 coordinator 伊的工作就是爱保证讲即个演员伊的权益袂受到侵犯。比如讲你导演你要拍即部戏，即个查甫要甲即个查某亲，手要放对什么货，这大家所有在场的人拢爱知。并而且呢，所有人拢爱同意。因为以前嘛有报出讲伫好莱坞内底有人有查甫的家己加戏，家己加一个要甲伊จิ้的，也是加一个讲要念伊的尻川的，啥物迄即马拢是袂使的，等等的所以伊即个 coordinator 伊的工课就是爱沟通，爱调解爱保护大家的权益就对啊。我感觉这看，因为即礼拜有报出了迄个许杰辉嘛，伊毋是讲有一个训练的课程内底叫大家爱加做因咧做迄款代志爱叫大家爱叫春嘛。我毋知你知影即只代志？我毋知。许杰辉啊，对。我有看到网络顶管有足侪人就讲，这也无就叫一个尔。无叫你蒙遮蒙遐，哪有啥物差？是毋是台湾伤保守？我想要讲一个是，我感觉你会当看到讲，因遮有这 intimacy coordinator 的意思，就是讲，这一切安排拢应该是爱有经过大家同意的。对啊，所以
对，所以我感觉你用一个老师的身份去要求你的学员去做这样代志，这是我感觉是有小可超过啦，对啊，对啦，我感觉真正是超过的。对啊，对，这是我的一个补充啦。其实吼，我感觉对这款性别的尊重，我感觉就是爱按教育做起啊。因为咱正是拢有囡仔嘛，我感觉其实咱的囡仔求学的过程中，无定嘛会碰到这个问题。我讲就是会当甲因教育讲，你若碰到这款问题的时阵，你安怎处理？我感觉迄个当下一定是毋知要安怎，毋过至少你会当甲因教育讲，你倒来不管什么代志，就是爱甲你的父母讲。对，对啊。我因为我最近咧看迄出台湾的剧叫做伊和伊的伊，他和他的他，对。我感觉迄出戏我一个真大的感想，就是若是囡仔转来甲你斗啥物代志，你莫去甲伊怀疑，也是讲，比如讲，因为安尼会爆雷无吼？安尼逐个嘿对，就是嘿对就是爱相信咱的囡仔啦。若是咱嘿啊，咱若是关系有够亲密、有信任感的话，我感觉因会甲阮讲。对，其实咱就爱甲因相信。对啊，我真是就开始甲阮查囝讲，人若想要甲你蒙，你拢讲袂使。就是你的身体，敢若你家己会当蒙，搁有也是你若对无爽快的话，你想要人帮你检查，就敢若妈妈，也是带你去互看医生安尼。嘿，对，就是系啊，上基本的，互因保护家己啊。我感觉无管查甫查某，我感觉是查甫囡仔有当时啊碰到即款代志，会搁愈惊吓吧。对。我感觉我有一个朋友，伊有一个袂重要，叫做大教老师，伊有咧讲即个性犯罪的代志。伊讲其实吼，无啥物会当预防的方式，因为歹人永远都比咱更较厉害。所以唯一一个方式会当防止即个代志，就是咱大家拢甲家己的囝教好。对，真的。对，真的。另外一个是做一个会晓听囡仔讲话的爸母真重要。对，有代志发生的时阵，互因会当有即个信任感，会当第一时间甲咱讲，咱会当第一时间入去甲因解决即个代志。无错。一定爱甲因讲歹代志发生是歹人的毋对，毋是咱的毋对。无错，这真正足重要的。我感觉这就是即个原则啦，保护囡仔的即个原则就是安尼。好，安尼咱来跳来讲，即几个一个真大的重点就是母语的议题。因为咱即季吼有讲到第2集跟第3集有讲到法国嘛，后壁佫有讲到韩国史内底拢有讲到母语复兴的议题。加上我即几个月呢，佫有去Ireland 跟巴塞隆纳旅行。会当发现讲，咱讲到即个几个国家拢有咧做因的母语的复兴。其实呢，会当发现讲语言其实就是文化。若是安尼，更加是咱民族认同的关键。所以讲，统治者呢，若是想要改变你的认同，头一步就是爱先甲你的喙齿绑好掉，禁止你讲母语。为这 Ireland 跟卡塔罗尼亚的地去看拢是。我伫
面册有分享过，就是 Ireland 因的落牌啊上议的迄拢是小 case 啊，系啊，因是有Gaelic 语的即个教学的学校，而且你若是为迄间学校来毕业的话，你考大学拢有加分，所以我当地的朋友佫有甲我讲，因的囡仔拢送Gaelic 的学校，所以因为你若是想要做医生、做律师迄款的，你就是爱读Gaelic，因为你安尼加分较高入去。另外是我感觉因足好的一点，就是因前几大政党，因的主要的政策内底拢有支持Gaelic的复兴。我感觉这是咱台湾爱去往伊的方向去。不过台湾这真正是算是真好选啦。不过咱台湾阁无一位即嘛，甲咱一个政党伫推塞这尔。民进党小看啦，基层较有真正咧做一件代志。毋过至少像迄原住民台甲客语台，这拢是民进党开始才有诶啊。我感觉民进党是伫体制内底咧推塞啦。因可能嘛有因诶要叫啥执政包袱啦，但是我毋知，但是我感觉真正较认真咧推塞是基层啦。毋过我嘛无要讲一定爱靠因去做啥物代志。我感觉其实母语诶复兴，就是咱个人爱伫生活当中使用。对啊，对，因为我感觉咱咧讲一个语言，伊就是一个 muscle memory 啊。对，你定讲，请听，你的语言就会进步。你无咧讲，无咧听，你的语言就会歹去。比如讲，我定讲，阮翁对阮去台湾住半冬的时间，伊的英文嘛是规个水去。真的，我感觉我当来真正我英语才是差足济咧。对。而且因为我即马拢是阮遮边2岁外嘛，所以伊即马拢是咧当咧学讲话时阵，伊见摆若去学校，转来就是满喙拢是英文。我就爱开至少半点钟的时间，come in one on one， 安尼伊讲一句，我甲翻译，佫叫伊佫讲一届，安尼逼伊半点钟开始，了后伊才会开始对我讲台语。所以逐工拢是安尼 reset， 我佫重新甲洗脑对，所以对一个有咧食头路的阿母来讲，我感觉这是足忝的一件代志。等于讲我无法度甲我的囝等互阮翁。毋过我感觉你这真正是足无简单啊，因为我就是算是贫惰迄款妈妈，所以我干那会当甲带转来，互因学中文甲台语。安尼嘛袂歹啊。但是就是爱想看要怎甲维持。对，维持是上困难的，因为像拄则讲的，这是一个 muscle memory 嘛，对毋对？至少爱7岁以来，爱先甲伊的 muscle 练起来。对，好。咱再来继续讲到即个韩国的部分。像咱顶届伫讲韩国史的时阵，因为伫问胖胖甲富虾人伊的心得，我迄当阵就是有想着要讲着即个韩国媒体自由的即个部分。因为因即个韩国即个媒体，我感觉上早就是因抗日的时阵，为着要对抗日本人所成立的。伊迄当有一个叫独立协会，伊有创办一个叫独立新闻。除了这以外，因1898年的时阵，有一个是丰城新闻的创刊。这个新闻是这个报纸啦，是采用汉文甲汉语连做伙的，所以因就会当互日本人看无，去报道因想要报的代志，煞去促进着民众的觉醒。我感觉就是按这个时期开始，因就有韩国新闻自由的中立。对，
已经开始有这意识，嘿，有这意识，对。啊，还有伫1972年的时阵，有一个总统叫做朴正熙，因为伊做专制嘛，啊，伊为着要维护伊独裁政权，所以伊就无所不用去镇压新闻的自由。啊，伊个派军队去报社检查因遐新闻，就是嘿，受康受胖，就是要阻止因报道无好的代志。啊，因个安那呢？因个要阻挡因迄媒体的财源，所以因就叫因遐企业拢袂当关钱，拢袂当伫报社登广告。啊，因若迄个报纸若无广告的话，因就无法度生存嘛。啊，因为安尼呢，和全民拢做袂爽啊，引起伊的愤怒，所以大家就开始关钱伫声援。等到和遮个报纸有搁较侪广告收入，啊，这个案哦，伊是一直安尼继续差不多1冬，所以伊就变做是迄个韩国媒体抗争新闻自由上有名的案例。对啊，我感觉迄当阵咧读这段的时阵，我嘛印象诚深，就是因真正是足团结的。对啊。嘿，伊嘛足够想去对所在啊，想去了后，搁做对的代志，对的代志对，对，真正是不是一个做对的国家？就是足够想去啦，因足够想去对的方向安尼。系啊，对，话就讲到遮，我感觉就是像你头讲迄母语甲新闻，我感觉拢是外来政权要对你在地人民洗脑上好的一件上简单的一件代志。对啊。系啊，我感觉台湾佫真正佫有做大会当拍拼的空间呐。对。毋过我嘛可以补充一个，就是咱台湾伫这1885年的时阵呢，其实迄个当阵就有开始出现用白话字写的教会公报，迄是台湾的头一份的报纸。迄个报纸呢，我感觉伊嘛是真有贡献，就是伊有记载足侪大量的早期的地方的一寡历史，还有国际上的一寡新闻，比如讲泰坦尼克沉落的时阵，伊嘛有写着。对所以是对，所以伊有记录足侪历史，嘛有人权议题，嘛有记录近代的台湾的民主的政治发展，嘛是算是真重要。但是伊伫1969年的时阵，因为中华民国无要互人使用台语嘛，所以伊为迄当阵开始就改做用中文来写。这是我感觉较可惜的所在。对。毋过我是感觉不要紧啦，因为这是我感觉咱对母语嘛有一个深度的觉醒，所以我感觉系啊，慢慢来啦，就是系啊，这款代志无法度急啊。对，逐个为家己开始做起。逐个人影响身边的7个人，安尼就这7个人是为倒位开始？毋是3个人吗？毋是，这7个人是其实毋是7个人，是有一个 marketing 的讲法是讲，人伫看一个广告看7届了后，就会饲啊开始买啊。所以呢，咱就甲朋友开始甲因讲学台语，还是讲学母语，讲7届了后呢，伊可能就会开始学啊。系啊，是我转来甲王来姊啊，一直用台语了后，我感觉我的台语算有进步啊，因为伊伫这工课时阵，伊就是服务遐老人嘛，因为阮遮算是真庄卡啊，拢所以伊
通常拢是用台语伫甲老人讲话。啊，我若讲毋对的话，伊拢会甲我讲哦，即句其实是安那念。系啊，所以我感觉我真正感觉我的台语有恢复回来，啊，毋过我的英文真正是我的英文我真是毋知要安怎，你敢知？我当时是要甲我翁 conversation 啦。毋免啊，你等来了，自然就会变好啊。啊，希望是啊。对啊，好，安尼，咱就差不多啊。啊，咱第三季呢，会咱等于中会歇困一集啦。啊，第三季就一个月了后，再个看大家空中再三季。啊，大家若是思念阮的声，你着搁位头甲听一届。反正咧加有20集，系啊，20集会当慢慢啊听啊。对，好啊，若是想要甲咱开讲吼，咱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拢就欢迎大家来留话，对，私信。安尼若有想要听的什么议题，你嘛当甲阮讲。对，好，安尼就先感谢大家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清芳过一池，七彩水滚起。